一位女士喉嚨紅腫痛，醫生開抗生素殺菌，紅腫痛1星期便消失。可是半年後，喉嚨再次紅腫痛，女士好生氣，質問醫生：你嘅藥只能好到半年？醫生話：因為你再次感染咗細菌，大此有人感染咗流感病毒。醫生開特敏福，好啦，但是否以後一世都唔會有流感？當然，以後會再次感染流感病毒，所以基本上不可以要求斷尾。呢個概念可以引申到三高：血糖、血脂、血壓。服藥只能改善病情，而不能斷尾。最重要係自律，少甜、少油、少鹽。畢業後進入社會工作，唔只要飲食自律，更要嚴守遠離煙、酒、毒品。另外一個挑戰係保持一個平常心，否則輕則嚴重失眠，重則焦慮同埋躁狂。對付失眠，醫生會開安眠藥 Zolpidem， 佢嘅機制係透過提升神經傳導物質 GABA 嘅接收體 GABAA 而放鬆。我哋有一個配方2，可以幫手預防三高及預防煙、酒、毒癮及幫助放鬆情緒而容易入睡。